八八太水都经为一年内哟，莫拉克风灾同甲仙地震过后，南部灾区的体质还过脆弱的。上礼拜二从黑门岛起，使到重建区过多位山排乌黑、路也坍黑。行政院长吴敦义今日路指示相关单位，讲家园重建是最重要的。在永久屋安置的部分，吴敦义强调，在明天3月15日以前提出申请的，县政府会在今年7月30日以前完成永久屋的兴建工程，8月初8以前，要帮灾民录黑入去。23個月險頭提水，朝鮮南部災區較為惡劣，路行唔得。為了進行提水氣為來咧，針對了下限大到災區或提天氣嘅民眾，行政院已經要求相關單位進行提水氣嘅疏散處理，還有安置收容嘅相關人員。我們只要3月15號以前，今年3月15號以前提出申請的，那麼縣政府能夠在3月底以前完成審定資格的，那我們都保證。要在今年88以前，也就是滿週年以前，全部讓他們進出。行政院強調，希望帶到環境敏感為所嘅民眾，做咧早一點帶到永久屋。內地好把海水和個水庫清理嘅工作，經過各相關單位積極協助下，呢下已經達到清貼6500萬立方工程目標。我們希望達成6500萬，本來是希望到11月，但是現在5月19號，這個6500萬立方躺在河床裏面的沙石啊，全部都施工完畢。行政院強調，禮拜末日負面，雖然講為南部推起嘅水庫帶來淨水量，疏解南部嘅供水壓迫，不過經濟部還係要繼續監控南部提起水情，韓國要加強上水檢討，暫到底問題南部提起嘅供水。下個新聞環節上，鄧俊芬、陳主進特別報道。